人才咁多呢？你拉個什麼 ？Yes，福建老母很變態。最冷漠，其實一點疲勞，其實一點疲勞，別自愛。華語會送嘅佢嘅拍嘅書啊，咁咩即係都那個老師教我講，啊，不等啲啊，就話20 fans 的，然後華語聽這個字啊。